回顾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台裔控卫林书豪职业生涯，似乎难和好运扯上边。除在纽约尼克队缔造席卷林来疯外，9年换8球队，总算苦尽甘来，将在强权暴龙证明自己。林书豪与亚特兰大老鹰队谈妥买断合约，并准备与多伦多暴龙队签约。虽顶着哈佛大学高材生光环，林书豪职业生涯一路上却布满荆棘，选秀会上落榜，之后虽被家乡球队金州勇士队相中，却苦无出赛机会。林书豪在尼克打出身价，隔年被重金挖角到休士顿火箭队，职业生涯正准备一飞冲天，球队又找了明星级后卫哈登 （James Harden）， 林书豪光芒瞬间消逝。历经被交易到重建中的洛杉矶湖人队，再从夏洛特黄蜂队重新出发，林书豪用表现赢得布鲁克林篮网队开出的3年合约，没想到接连伤病，在篮网的2个球季仅打37场，甚至上季在开幕战就右膝髌骨肌腱断裂，整季报销。林书豪再次被交易到老鹰，却因球团全力扶植新秀后卫杨恩 Trae Young， 又把林书豪冰封在板凳席。就算老天不眷顾，林书豪不曾放弃希望，也让他赢得暴龙青睐，打算签下填补替补后场战力。林书豪过去效力的7支球队中，仅火箭与黄蜂曾打进季后赛。未来新东龙目前高居东区第2种子，除是林书豪效力过战力最佳球队，也会是最接近总冠军的一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林书豪生涯面对暴龙，场均可攻下 16.9 分，是对战 NBA 所有球队中最高，其次是前东家篮网的 15.1 分。也许每次对上暴龙总有好表现，才让球队对他印象深刻。以现实面看，林书豪加盟暴龙后，仍会以替补角色为主，但林书豪是能兼打控卫与得分后卫的双能卫，加上阵中还有一票好手，将可让林书豪更得心应手。如果他能助暴龙完成队史首关，除可再次证明自己价值，也有望季后争取丰厚新约。